来这个国内的疫情，等于高原期要豆豆慢慢来落降，但是专家来提醒，年底恐惊会阁有一波疫情。台病院医师李建章讲，随着这个奥密克戎的变种病毒 BA.4 甲 BA.5会出现，进前的群体免疫甲活过都未过活着的这种无敌星星的概念，恐惊拢爱来修正。已经活过的人，真有可能会阁重复来感染。药剂科的医师江秀山嘛讲，唔免怀疑，这个 BA.4 甲 BA.5恐惊已经进入台湾的社区。这种的病毒传染力愈悬，台湾真有可能会产生另外一波疫情的高峰。口口哨、拍卡唱，伫咧现主时，若是出现淡薄镜头，民众就会惊。不过疫情真无简单，渐渐要跌落来，可能会阁出现变化。所以大概我们的疫情的话，预估可能会走到7月底左右。那可能再往下加2-3个月，大概就是9月或10月的时候，可能因为如果有这个新的病株进来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才开始另外一波小的疫情。指挥中心讲，这两种病毒传染力较强，有免疫倒脱的特性，有社区传播能力。进前真侪人认为，确诊好起来的人暂时未去倒掉，有群体免疫。专家就讲，这是无影的代志。无敌星星就认为说，你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感染之后呢，可能以后就不会再感染了。但是重复感染的机会，如果它突变的过程里面呢，也是一样，我们的抗体也是没有办法去保护到这样的一个突变株所以这两个观念可能在这个突变株的情况之下都必须去修正。对着新冠的保护力，伫咧3个月后会降低。专家呼吁指挥中心爱传好抗病毒药啊，因为进前发现的5例 BA.4和 BA.5的个案，恐惊港是冰山一角。我们目前有些航班落地是不采检的，那这一次这5个人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也没有集中的现象，所以显见连这个不采检的航班里面，其实也必定带有一些 BA.4、BA.5的这些病人。那因为这样子，他就比较松散的这个边境检疫，所以他当然就会进入我们的社区。近期研究显示 ，BA.4、BA.5致死重症几率无较悬，不过传速度变紧。接洗手，注意个人卫生。这款病毒3不5时就会变种，所以呼吁民众嘴暗嘛是拢爱挂条条。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